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不過咧，裝修咗就3年幾啦嚇。裝修咗3年幾，係。係啦，咁就其實之前咧就見到呢啲邊位咧就少少變色水漬嘅啫。係啊。咁我以為可能係自己有時我用水洗地咧，明白。濕過。咁但係最近呢兩個突然間咧就見咗咧高咗好多。係。咁但係最近我冇特別洗過地嘅。係。咁所以又唔知會唔會喺下面咧有水。係啦。就唔知會唔會喺呢邊，因為呢個係企缸嚟嘅，隔離就浴缸嘅。係。咁浴缸我諗就會好啲，企缸唔知係咪砌防水。係 OK 好，唔緊要，一陣幫你睇下。咁最主要係，如果你喺目測嚟講咧，你就係見到依個位置。係啦，最初就係呢個框外下面啲嘅，即係吸嘴上面都冇嘅。係。但係近期呢一兩個月嚴重咗咧，就吸嘴都有啦。係。呢度就高咗啦。同埋呢塊木板咧凸起咗。凸起咗係啊，我都好。最主要呢個位置。係門口呢個位咯。得。好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：WhatsApp 92185392。